台湾对2012年开始有正式的外送平台，即马南航的酷胖也要入来到台湾的市场，目前正在试营运。美我岛啊，穿那小假的外送员伫咧仓库出入，现场拢无空榜，看外送的箱碗，才知影是南韩电商的龙头 Q 胖原来已经来台湾啦。主要替人客送菜色、鱼肉，也搁有生活用品。即马暂时伫咧台北市中山区市场反映。其实它有一部分是想要透过它的这个外送平台的方式，来测试它是否在台湾继续生根，来做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试水温的一个方式。分析师表示 ，Q 胖未来若要成功打入国内电商市场，物流配送的稳定度、店头合作的数量、路订系统敢好操作，也搁有敢卖出特色商品，拢是观察的重点。其实国内对疫情爆发较大，外送需求向增加2成多。5月中以罐头、泡面、民生类也搁有防疫物资为主，到6月转向对牛奶、菜色甲果子的需求。也若食食部分，除了钱的像咸酥鸡、素食连锁店、甲手切茶以外，还佫有这项真受欢迎。健康餐盒啦，或是比较是健康类的一些食物，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。外送平台也表示，疫情影响民众食食的习惯，像食饭的时间有延后，也较讲究食面就爱较机卡等等。不管说落来疫情安怎发展，台湾民众是愈来愈挂靠外送平台，这市场也互业界人士看好会继续增加。记者民政李孝凯台北报道。